有地位，讲台语，提百万，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，请假。你我做伙拼到底，胜利一定是咱的。来讲对唔对？对。好，对啦，好，第二组来宾，欢迎咱的何家。阮的台语足厉害，老台语。赢奖金大富贵啦！希望大家讲台语拢会当大富贵哦。来，咱即嘛，就你台，请。来谢你哦，谢你哦。豆行，豆起来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翔。是，今来介绍咱的第一组的来宾队长哦。来，第一道来咧。哦，是不是第一道来吼？超级拜。我的优秀。大家好，我是有些人但也是我是好食的主厨，嘛是面店的囡仔。第二位甲介绍落去好不？来，大家好，我是坤仁，我来南投种一寡菜菜甲花来餐厅面顶摆盘，互人摆盘，嘿。好，来欢迎你第三位甲介绍落去。大家好，我是 Frank，我是有生10几年好朋友，阮嘛共同经营一个盘手类品牌。哦，盘手类品牌。对，什么款的盘手类？阮黄金的金龙哥。欢迎你呢，那个来，我扫落去。大家好，我是有生的好朋友，我爱消费啊，爱看册影视，即个出我第3本册啊，人生这一味。哎呦，谢谢。900万等你哦。好，来换你那边。哦，阮这边拢老朋友啊，甲我讲后眼，搁教唱歌。队长何家文。然后我是贝贝，我是艺人，嘛是画图老师。然后今嘛有伫迄短影音介绍家人好食的面啊。赞。大家好，我是上欠钱的大头，我即嘛是一名演员，谢谢。我是阿乐，跟这里我来收钱的啦。我跟你讲，今仔日伊上高，伊家己趁1分，搁收咱3分。哎呦，还要顺刷，够奖金吗？顺刷。哦，来哦，袂歹哦，这是有头脑带哦，是。好，来，今日老师拄仔伫听咱介绍时阵，伊对大家拢足好奇的。咱即马好我来介绍咱老师，好，老师看恁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今日介绍咱第一个老师。欢迎咱的单凤辉单老师破枪，欢迎。同齐讲台语，欢喜无得比。真正同齐来讲台语欢喜哦，无得比的。敢若亲像恁做菜共款，一直交朋友讲，拢无得比的啦。好好讲台语就对啊啦吼。不过哦，真正要摕阮100万哦。你讲有简单无？甲恁介绍一下，这几个规则吼，亲像今仔日就是初赛。是。哦，初赛有初赛家己的奖金哦。哦，你若摕到奖金，表示你已经过关啊，就进入复赛。复赛嘛有复赛家己的奖金哦。若搁过关，就进入总决赛。总决赛的奖尾啊冠军就要摕到咱的总奖金100万。现金。好，起来，咱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提100万。这季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有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碗大饼，台语心事大调查。是的。好，咱今日要调查啥货咧？就是因为即马有足侪台语新的物件啦。心事，嘿。譬如讲，咱头拄咱进前捌问过无人机。无人机。哦。可能就无共款的讲法。无人机。自动飞行机。是。自动飞行机嘛有可能。所以这个单元就是甲大家听过的新词变成台语了，安怎讲？咱就找2种。是。这2种拢是有人咧讲的。较侪人伫讲的哦。没错。哈，是咱分数哪算？咱这回拢中3题，那拢摇到上侪就得了6000块。希望你把6000块先甲摕起来哦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哦。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新奇也就是韩国泡菜，台语较侪人讲到一种。是韩国泡菜啊。
是不是？哦，来来来，证明哦，这新奇呀，嘿，新奇有哦，伊的白煮是辛辣的辛，嘿，对，来米寿这边是菜鲜，哦，是安那嘞？鲜就是鲜物件，咱做总铺拢知影鲜物件，就甲菜摕去安尼鲜安尼鲜，啊，咱若食迄个时阵，是不是拢会食到迄落内面有迄种菜？是会较咸，就是用鲜的。哦，嘿，所以讲哦，我的答案就是菜鲜。菜鲜，嘿。啊那阿雄，我的感觉应该是韩国咸菜。哦，甲我的其实差不多呢。啊，但是我会先讲出来，伊是韩国。嘿。啊，因为咱台湾大部分叫菜类类型的，拢会叫咸菜啦。对。哦，所以叫做韩国咸菜。哦。今嘛同我你做选择哦，来两边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哦，你的真正有影听起来嘛较好听啦。因为我加韩国这两字吧。是，无唔对，无唔对。咱是感觉爱讲韩国咸菜，才有这款足直接的意思。是韩国来嘛？嘿，甲人客啊介绍，我强调是用这种 kimchi 嘛。kimchi 为是大人唔知影，我讲啊，就是韩国咸菜啦。啊，伊个随知影哦，就是迄电视台迄红色嘅物件啦。对对对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这是较侪人讲的。我嘛是感觉讲较直接的，甲迄地名讲出来呢，较知影一个贡献。因为台湾嘛有足多罐头嘛，拢是菜鲜的，所以讲韩国咸菜，我感觉答案应该是这个。嘿，是。好。来，拢选你哦。咱来看一个哦。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，阿雄的韩国咸菜。拄则拢有讲，感觉这个韩国咸菜的名较直接，而且就是甲韩国这个名藏落吼，这是无唔对啦吼。不过另外一个词其实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咱讲菜鲜，这个菜名词甲鲜算动词安尼结合的，其实是较先讲，若准讲真正有一个物件叫菜鲜来讲，就是咧鲜菜的家私啦。是啊。嘿所以就是讲，除了无韩国这个名以外，其实菜鲜这个名比较较像是一个家私，就是咧鲜菜安尼。较无像是真正咧讲鲜过菜安尼，啊若针对这个韩国泡菜落尾改名做新奇这个物件来讲啦吼，虽然伊的迄个中文汉字写新奇啦吼，不过其实咱嘛会使像这种对外国来的物件，咱嘛会当直接韩语的发音去讲啦，迄个发音就是类似这个。金字金字这款声啦，这款音啦吼，所以嘛是另外一个翻译的方式。当然韩国咸菜嘛是一个较直接的啦吼，不过嘛是会使直接用音译的安尼。好，以上。真牛哦，今麦第一题拢摕到分数啊！好，我要出题啊，老师咱请出题。请问香氛蜡烛，倒一个词台语较侪人讲？哦。香氛蜡烛，因为咱啊厝的拢有嘛，像这种香氛蜡烛，是不是拢有芳的味？对。是，我是感觉吼，简单甲讲做芳水。因为咱芳水有当时闻起来嘛是真高啊，嘛是真芳啊。所以讲，我感觉简单就是芳水蜡烛。啊，我这边吼的讲法叫做气氛蜡烛。哦，嘛是对啦。气氛蜡烛。嘿，你有芳。啊，佮有迄个，就是有迄个蜡烛啊，点起来就是有迄个气氛。对，伊卖就是要伫迄个气氛吼走出来，所以咱点这蜡烛的目的就是爱迄个气氛，所以就是叫伊气氛蜡烛。哦，到底哪一个是较侪人在讲的呢？来，互恁来选哦，来两队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哦，嗰边啊，是，因为吼，咱照这个字的这个字面上来解释吼，咱的国语叫做香氛蜡烛，香氛，你强调的已经是这个香味这个意思，所以咱当到台语内底呢，香水蜡烛这应该是较符合。气氛蜡烛呢，咱一般的蜡烛来点，伊拢有同款的气氛，特别强调是这个所在是香水这个物件。好，来，换咱这边，阿乐，阿乐，我是感觉是香水蜡烛，因为伊用点是用片啊。香水直接听就知影是啥。对。是，来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香水蜡烛。两边拢真巧哦，两边拢有分数，来看阮先加，佮加2000。安尼阮好加咧。
嘛加2000哦。当然，迄看起来就是辣椒，啊，当然伊可能有用芳水的成分，毋过就是讲，因为咱通常拢讲，就是芳水就是芳水嘛，一罐一罐安尼，嘿，所以就是讲，反正嘛，另外一个思考会当用芳味啦、芳气啊，吼，来代替芳水嘛是有通啦，嘿，啊，毋过以这两个来讲是。大部分的人超过超60%拢是选芳水辣椒，对。两边拢真正有影搞。 4000啊哦，4000啊哦，上尾啊一题啊哦。好，来咱促销。来啊哦，老师咱请出题。请问热胀冷缩台语倒一个较侪人讲？热胀冷缩。来，不要紧，我这边我就直接甲翻过来就好。 烧嘛，就是热嘛，对烧。啊，碰就是胀，啊冷就是冷嘛，吼啊缩就是揪，烧碰冷揪，是阿姊，我是安尼哈，我是感觉你讲熟可能会较水，较水，叫吼烧碰冷熟，上尾你用熟就对啊，敢若卡成电扣扣，袂啦，有先个腰酸内碰，哦，嘿，甲缩起来，佫较好哦，熟，我人毋是讲你要讲急速冷却熟。 你一讲到急速冷却，就感觉缩起来缩起来感觉。啊，若是我吼，我这边的讲法是小碰冷揪，缩甲揪。为什么讲揪呢？所有有做过兵的查甫人，咧寒人的时阵，拢会揪起来。开放式的迄个苦肉经咧洗身躯，冷水一呛落就揪啊。哦，原来是。应该拢有感觉啦吼。啊，你看查甫拢咧笑哈。啊，阮是讲以前较无钱的时阵吼，棉被要夹哦，无得夹。 嘿，赶到揪缩起来啊，缩伫遐啦，缩规段的呢。对。好，到底是我的小碰冷缩，还是阿雄我的小碰冷揪咧？来哦，两边咱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一遍。来，新兵的有先，咱是感觉这个小碰。 冷缩，嘿，是较合理啊，因为这是一个自然的迄个反应嘛，敢若有动作的感觉，对，烧嘛热嘛，就天然的一种反应嘛。啊，那揪的话，就是感觉咧讲人啊、动物啊，还是讲物件咧去用抽走的揪，唔是伊自然的缩起来迄种的，嘿，所以阮是安尼感觉，选择一个揪这个，嘿。好来，咱这边。 我头听因讲的，我头听因讲，感觉因讲了真有道理，不过无要紧，我是感觉讲吼，揪起来吼，安尼较像个较口语、较口语，我讲讲嘿，啊，我感觉台语拢重点，若是要做人讲，应该就是爱口语，嘿，安尼较清楚无毋对，所以我就无定就真正是恁会较清楚，揪嘛，春揪嘛，哦，恁的吼，好，其实阮两个拢毋知影答案哦，好，咱来看，正确的答案是李老师要吼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。 米秀的小碰冷缩，就是迄个所谓的缩，物件碰大还是缩小，这物体部分。啊，你若讲像这个春灸这当然春灸嘛当用伫个较抽象的这个形容，但是你若讲以动作来讲，有无春出去灸入去，这个春灸，所以这个灸甲缩其实是无共啦。嘿，啊，若以这个热胀冷缩这个道理来讲，是缩较下这个意思。嘿，灸是。 拄仔讲的吼，比如人有咧形容讲什么啊，揪骹揪手啊，吼啊揪起来啊，等等拄仔讲的，嘿，所以迄物件无共款，就是缩的意思甲揪的意思无共款，所以用法是加用缩的较合理。哦，真正有影看，哎，较合理的啦吼。所以查甫人是揪对啦。来，咱就来看两队的分数，看看先家。先家即嘛6000，啊，那好家咧，5000，嘛真牛哦。好，起来咱的第二回合 AI 时光机。
4公斤。带你看过是，去。等下咱要去看过去。哦对。嘿，就一张相片，一个影片，对即嘛 AI AI 真厉害嘛，哦嘿，家弄做像影片安尼，啊内面有真侪物件要互恁用哦。哦，来咱内面有啥物物件咧？啊，比如讲，阮捌搬过，阮捌搬过影片，比如讲是迄个车头，哦，人真济，但是古早，啊，无可能是落田的时阵，哦，大家拢咧无用咧田底工课安尼，哦，所以有可能是活动啦，有可能是地点啦，嘛有可能是啥物古早的建筑。是啊，咱分数哪算？咱这回合拢总4题，代表每个人拢有机会到来遮回答。啊，若是每一题拢对，上最得到12000哦。哦，意思讲咱4个人拢对到上12000哦。哦，一直甲塔起哩哦。是，好来，上个咱请提示。是，所以要带恁来看的是昔日的总督官邸。哦，官邸哦。好，来先看影片。哇。哦，真正像西米露呢吼。啊，真正。哇。啊，以前都空拍图啊呢。真水哦。1901年完工，啊，即马游园地的，啊，你敢知影这个建筑叫做啥物名呢？哦，贝贝。麒麟官邸。麒麟官厝。官厝。哦，袂歹。这要做重要国宾接待场所的所在叫啥物咧？要带恁来看的是昔日的总督官邸。哦，官邸哦。好，来先看影片。哇！哦，真正像西米露呢吼。啊，真正。哇！啊，以前都空拍图啊呢。真水哦。哇！哦，规个挖起来，哇，水。啊袂哦。好来，我要出题啊哦，手放好哦。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，咱请出题。带大家来看的是一栋1901年完工，啊，即马游园地的嘛是咧做迄个重要接待国家贵宾的所在。啊，你敢知影这个建筑即马搁伫个叫做啥物名呢？哦，建筑叫做啥物名哦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好。哦，贝贝，真正挡袂掉，看西米露的。西米露，嘿。麒麟官邸。麒麟官厝。官厝哦，袂歹。他反正嘿，麒麟官厝。好来，老师，麒麟官厝对唔对？唔对。啊，阴哦。我小问者，你讲的是士林官邸啊？哦，是。好来，换你哦，机会来啊。台湾铁路饭店。台湾铁路饭店，即马有这栋吗？有，即马叫做台湾历史博物馆。哦，伫总统府的边啊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即马做台湾历史博物馆对。好。哦，确定。敢若有水池啊哦，历史博物馆有水池啊。哦，是，你确定？确定。来，你念给老师听。来，老师。台湾铁路饭店。无，即马名，即马名。嘿。台湾历史博物馆。是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唔对。拢无感动。敢若无这困难哦。啊，不要紧，老师知影。这是台北宾馆。哦。总统府头前已经。嘿，就是伫个即马叫凯达格兰大道嘛吼，1号嘿，啊，就是这1901年。啊嘛，中有就是内面有种足侪热带的迄个食物啦、树啊有诶无诶吼，啊嘛有看到即个真水的建筑有无吼？对，这是古迹哦，即马就已经定做古迹啦。对，啊嘛捌有日本皇太子啊大过，嘿啊，就是嘛捌有签合约啊，啥物一寡重要的代志嘿，拢捌伫遮嘿，就来举办安尼，吼台北宾馆。好，来，咱即摆后手佫有3个，免惊。哦，咱投来即摆5000，甲咱差这1000尔哦。好，继续加油哦！来，南京的换人。第2个哦，可能问的唔是这哦，来这哦，好，手更好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请提示。
是，接来要带恁来去看古早学校内底的画面。哦，学校的画面咯，来先看影片。哎呦，哦，个地无啊，你我有看。这个画面过。啊，声音啊，对啊，摕扫帚啦，哦，拢假无用。嘿啊。不过以前真正就真无用啊，我袂骗你。哇，这个敢若真的呢，对啊大家拢咧无用一直安尼。是啊，而且以前阮爱去班草啊，因为迄落我拢爱去杂草对吧？是无毋对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哦，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，咱请出题。带恁来去佚佗的所在就是古早的学校啦。这公学校内底，咱相片看到的吼，就是内底遐囡仔摕扫帚的啦，摕粪斗的啦，安尼压腰吼，伫咧遮扫遐整理吼。请问一个，因即马咧做的这个代志叫做啥物？因你做的动作，迄到底是啥物哦？好，来听我讲，请手答无？哎呦，足想要去外口行一个，那个入来。你咧做啥物代志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好啊，是阮用心啊，较慢。来，甲阮。扫涂骹，扫涂骹是，这个方向是对的。啊，统一来讲，咱会讲两个字。扫毒，扫除，扫毒哦，翻译翻过来。翻过来。唔知会使无？好，来，你要个？等下哦。哦。变扫。哎呦。变扫。哇。变扫。变扫。你台语真好呢。变扫就是阿嬷讲的，应该就是迄个年代对对。哦。变扫。好，来。老师变扫对唔对？对。来，分数。恭喜你了3000咯！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咱迄个景看起来，敢若是日本时代吼。啊，若准讲日本时代来讲，迄个时阵是叫做会修的修工学校啦，即摆叫做寿丰国小。嘿，啊，毋过古早日本时代是修工学校。吼，啊，当然都有看到也有咧扫涂骹，也有咧清什么物件安尼吼，迄个动作，所以综合来讲叫做变扫无毋对啦。嘿，好，以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啊，你嘛是变扫对不对？是。手较慢啊。坐伫美女边仔较紧张。哦，坐伫美女边仔较紧张。好，不要紧，咱阁有另无美女啊，无美女啊，咱等下免紧张啊。好，好，不要紧，咱手阁两位。加油哦！加油！来，今日换人。来，拄啊，拢有迄变扫嘛。有吼，其实无困难啦吼，大家。啊，我小想一个，爱想者。妈妈就定叫我变扫，所以用的伫个内底。我定定做。你倒位的人？台中。你台中？哦，台中台语嘛是，拢甲厝内底的人讲台语较济。阮爸讲台语较济。是，啊大头啊，你倒位的人？我嘛台中人呢。哎呦，啊，我变朋友啊。台中倒位？台中南屯。南屯。我即摆是住北区。北区啊，真近，讲台中。10分钟尔。我哋细细就到啊，细细就到啊，是。好来，毋过咱等拢袂去约迄。袂好，袂好，你看诶。哎，我讲的拢无嘿。对。所以来手更好哦。加油哦！等下我毋知因要个找啥物出来哦。好，来，咱来准备好哦。来，上个咱请提示。咱等一下吼，要带大家来看的是英总的福建运动会。福建运动会哦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哎呦，哎呦。哎呦！哇！哦，你看你福建啊？阿姊我念着福建啊，福建，哦，台语有难。对，是有难咧音啊，音爱变。是，好来，要出题啊哦！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是，咱即马看到的吼，就是咱的这影片内底选手吼，因经这行动虎姑啊，伫咧参加比赛。啊，你敢知影因送的、因敬的迄个物件是啥物物件？哦，迄是啥物物件哦？送的迄对无？是，好来，咱请出答。好，大头赢。来，伊较紧，来。是咱南屯区的选手赢咯。大头来。好，轮椅。轮椅。轮椅。好，确定哦。
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轮椅对唔对？对。啊，是，来有分数甲加济。恭喜啊，得到3000咯！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这是伫个迄个高雄的营总吼，啊，伫个从1977年迄当阵有即种为着要鼓励遐咧做福建的人啦吼，嘿，啊，就超工设计安尼塞轮椅吼，会做一寡运动的运动会安尼，嘿，嘛是迄当阵算是较新的，然后咧推动讲就是爱若准讲有啥物着伤，有啥物无方便，啊，会当克福建豆豆啊改善吼，咱的即个行动也是生活安尼。不要紧，咱后一位手较紧的哦。加油哦！哦，看得出来汉草袂歹哦。好，来上尾一位啊！对，来紧的换人。手紧哦，还比紧的哦。你汉草比我好哦，哎呀手紧的哦。唔能输哦。好，咱若上无咱分数扭起来就好啊。对啊。好，来上下咱请的是。是，咱今晚要看的吼，是日本时代寿山的一个山顶新社。哦，寿山哦。寿山啊，寿山啊。寿山。哦，应该寿山啦。哦，寿山。寿山的是不要紧，戴问老师就好啊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哇，哦，规模真大呢。哇，哦，日本人。哇，真像有影。来，我们出题啊！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带大家来佚佗的是咱1910年的时阵，日本时代对日本吼。金岛碧螺宫分灵来到咱台湾，伫咧寿山的山顶起的这个新社，你敢知影伊叫什么名？好，等下哦，伊叫做什么名哦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我有甲你惊着哦。阿坤啊，我讲我家己惊我家己的。对。阿坤也唔哪呢？嘿，安尼啦，安尼。阿坤人，嘿，安尼你有什么印象无？叫寿山新社。寿山新社。那只巧。哦，确定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寿山新社对唔对？唔对。搁想一个哦。来，阿罗个，搁想一个哦。足简单呢。日本新社。日本新社。哦，嘛袂歹哦。真巧哦。好，来，确定哦。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，日本新社对唔对？唔对。其实咱拢就要讲骗的哦。好，是什么新社？就敢若老师知哦。哈，来，老师。其实咱这个地名吼，恁拄则讲寿山社。寿山还是寿山？啊，因为阮高雄人都无咧讲寿山哩。寿山哦。无啦，阮拢讲茶山。茶山。对啦，茶山。但是这个新社名无关系啦，我主要是咧讲地名啦。对啊，所以就是伊这个拄则讲的金岛碧螺新社吼。顺这分连过来吼，啊，伫这个茶山遮起，啊起的时阵本来是嘛是讲金岛碧螺什么会安尼，啊落尾可能想讲要在地化吼，所以头先是叫做打狗新社，啊毋过落尾无偌久佫改高雄新社，对，所以啊当然这大家顺续讲高雄这个名，虽然咱即摆台语拢讲高雄无毋对啦，毋过当初日本人号高雄是为着要甲原住民音的打狗，迄个音打狗，迄个咱即摆写打甲狗，啊，毋过其实迄个时阵的音是要甲即个打狗音，但是用汉字写要怎写，就是高甲雄，就是塔卡奥啦。哦，嘿啊，塔卡奥啊，打狗就是要依即个迄个打狗即个音，嘿，啊，毋过用汉字要怎写？其实是要用高雄这个汉字来注打狗的音啦，所以即摆要搁解释高雄人会讲阮打狗人安尼嘿，啊有一寡社团嘛会讲打狗什么会安尼，嘿，就是安尼来，所以新社的名本来叫打狗新社，啊无偌久搁改高雄新社，啊所以若以新社的名用上久的是高雄新社这个名。
啊，当然战后落尾个改名，就无搁用新写，落尾就变中历史安尼。不要紧，互咱看到咱的历史啦，吼。好来，即马要看是咱的分数，嘿，看阮先家。即马有6000。嘛袂歹，啊，阮好家咧。5万1咯。哦，来，咱等下去后一个回合，我甲变过来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！好，来，进来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八提示中一个问号，问号内面咧到底是啥？问号吼内底就是奖金啦，少的是1000、3000，啊若多的吼就是12000、15000。好来，咱即马提示念一个，好不好？好来，有菜头粿、戏、农场、演唱会、论nghệ、东港、中秋、关公。所以讲，咱要等下要问恁的题目，拢伫内底哦。没错。好来，咱2个条件甲恁讲一个吼，一个是讲哦，互恁一条救人的机会。救人。嘿，若是队长袂晓啊，咱今日拄好拄着15000、12000，要安怎这袂当拍算？咱今日试落去救人哦，咱就队友通啊。帮助咱的队长啊，哦，是局长甲迄落这15000提起来哦。好，啊，另外一个就是咱分数较少的人，咱才先选这个权力，嘿，先个15000算起来。加油加油！好，来，咱这边有先，咱先选，要看倒一个无定着15000，就互你抽着啊。对。来，队友。我感觉东港我较有把握，好，大家感觉安怎？袂歹吼。东港吼。安尼咱先选东港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东港的奖金有偌济？5000。哦，下去咱就去变盘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东港迎王平安祭典是咱屏东正出名的民俗信仰活动，啊，这个活动吼是为了要迎接咱的千岁爷来遮消灭瘟疫。啊，你敢知影东港迎王平安祭典几档一颗咧？来，你10秒的时间。来，你是东港人吗？唔是，不过我的好朋友伫东港。像，阮敢熟悉？可能无熟悉。哦，唔免讲，对，歹势。袂无人即摆是要讲答，唔是要讲朋友。哦，是几档一颗？3档。3档一颗。对。哦，这你那你这厉害。因为旧年都办好呢。都办煞。哦，是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哦，3档对唔对？来分数。哎呦，恭喜啊！得到3斤，哎，得到5000咯。对，无毋对，咱是3年一颗啦吼，啊，就是传说讲玉皇大帝每3年吼，都会派迄个5位千岁爷吼，大天巡守安尼吼，地方。迄个东港遐上出名就是迄个东龙宫吼，就会结合其他的这个庙事团体等等，办足盛大的这个迎王的活动。吼，啊，咱讲这个发音的问题要特别注意吼，这叫做迎王啦吼，迎吼迎神迎老热迄个迎吼，唔是输赢的赢吼，伊迄个加一个迄个我赢赢，对，啊欢迎的迎嘛是共款，爱有一个我的这个声母吼，我迎欢迎迎接啊个迎王安尼，好，以上好，谢谢老师。啊，真好听哦，真好听。好来，换嘉文啊哦，今日我问一个，我有朋友，你有较熟的无？你有人看到15000在倒无？倒一个较厉害的感觉。轮回啊，好，我就轮回啦。你看到 CV 了吼？轮回啦，轮回来者。轮回哈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，轮回奖金有偌济？哦，袂歹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传统认为论语是假出来，所以吼爱互咱的长辈甲添岁数啊，所以什么人吼都爱准备这猪卡米线，互咱的爸爸妈妈咧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这你知？哦，什么人？我拄则才做过。哦哟！我甲你讲，做这件代志爱有新婚才会使做，唔是什么人。新婚。首先爱是查某囡仔，爱是查某囝，查某囝，我爱嫁出去的，爱嫁出去的查某囝伫咧论艺，甲爸爸妈妈添
嘿，加迪卡米刷加添会收收，是嫁出去的查某囝哦。哦，好来，咱来看是不是哦？吼，来嫁出去的查某囝对唔对？你若讲唔对哦，拄我讲干的，敢若真的咧。好来，分数先，恭喜你了3000咯！哦，拄则遐有一个题目有写一个字吼，啊，当然这个阿雄有甲伊用另外一个方式讲是对啦吼，就是爱甲这个父母添岁数，啊，不过伊拄则写的是讲行的闰月会互长辈。切岁数，意思就是讲折寿安尼啦吼，切嘿，切岁数就是讲会降加减少安尼就对，嘿，嘿，这是迄个切岁数啦吼，啊，所以拄则讲的无毋对，嫁出去的查某囝伫闰月吼啊，用猪卡面线吼啊来迄个希望讲父母永行平安安尼吼，这是内行的无毋对吼，好，以上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友好的早点，真好真好，希望大家拢会当。来学爱做袂歹哦，对，好来换你哦。选中秋哦，中秋吗？中秋好无？好，咱就开始咯。中秋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中秋的奖金有偌济。哇！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中秋就是爱食文旦。古早农民吼会伫咧啥物节气了挽文旦，因为捌到迄个节气的水会较好食。来，倒一个。唔知啊，唔知啊，求求。来，今个救人哦。哦。应该是白露吧？啊你咧？这题我真的唔知影，爱靠我的好朋友，嘿，今日带是大人来，对不？你唔讲好朋友，讲咩是大人？带大人来啦。是啊。古早农民会伫啥物节气了后挽文旦呢？请问中秋就是爱食文旦，古早农民吼会伫咧啥物节气了挽文旦，因为捌到迄个节气的水会较好食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倒一个。唔知啊，唔知啊，求求。来，今个救人哦。来，倒一个。你知吗？应该是白露吧？白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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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你咧？其实这题我真的唔知影，嘿，所以我就爱靠我的好朋友，嘿，今日带是大人来，对不？你唔讲好朋友，讲咩是大人？带大人来啦，是啊，跟咱兄共款啦，兄对啦，是安尼。好来，你的答案是白露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白露对唔对？来分数，今日就万你咯。有一种讲法是讲，因为古早的一寡农业种植的技术要无够发达，无够像即马才进步啦吼，啊，所以就是会讲啊，着靠天公嘛吼，啊靠天公伯啊，啊，即个季节啊，拄好伫白露，差不多新历一般伫9月初迄个卡达啦吼，啊，所以就是讲，若是有捌到即个白露水吼，感觉讲会较好食，这是一种讲法安尼啦，嘿，啊，所以这白露无毋对，这节气也是讲节气吼，这两种拢有人讲。嘿啊，这个节当然阿上的腔是做啦吼，啊所以讲节气吼啊节气甲节气吼，这几种讲法，这是节气这个名的台语的讲法。以上。哦，咱今学真济吼，台语的讲法哦，吼节气，节气，是嘿，好来，不要紧，继续加啊，够万五的，好，够万五的，加油！好，我的朋友都坐较好。是哦，是啦，是吧？戏啦，好啦，戏都位，万五，好来要戏哦，戏，好来，咱来看下戏的奖金有偌济？嘛袂歹哦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嫁娶的风俗内底，新人若结婚几个月内袂使食别人的喜酒甲喜宴，以免去冲着喜嘞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捌听过无？哦，几个月？来，请讲。来，你的几个月？3个月哦。
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3个月对唔对？差这1个月吼。对。哦，好，不要紧，咱请老师来解说。这过去的传统的风俗啦，吼，讲有所谓讲即结婚4个月，即个期间会有即个所谓的新娘神吼陪伫咧边啊吼，啊惊讲安尼去参加人的喜宴会冲喜安尼啦吼，所以这是一个传说，讲即个风俗是安尼讲4个月安尼。啊，佫有1万到15000的。哎呦，好啊算，好啊算。选菜头粿，他才会。菜头粿好啊，菜头粿哦嘿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菜头粿奖金有偌济？5000嘞，嘛真好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传统的小食就是小食米，菜头粿是咱过年定定食的料理。啊，你知影做菜菜头粿用的这个米浆，伊的原料是红来米还是在来米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这你应该知啦。这应该爱知道哦。是。我的答案是在来米，来米啦。在来米。这你捌做过吗？这家己有有做。我家己有伫大学内底开课去教人安怎煮年菜，年仔菜。嘿，不过迄当我的配方是掺啦。啊，嘿啦，嘿蓝啊！当时我会记古早的时代，阮阿妈咧教的时阵，就是再来米，啊，搁有迄落串签的迄落，串菜头签，嘿，啊，摕去吹安尼。我是唔知，所以我讲啥物尖珠啊、圆珠啊安尼。我另外一种讲法。好，来看一个哦。来，再来米对唔对？即摆讲在来，怎会有用在来这个名？其实就是对这个名就知影讲，伊的历史伫台湾来讲，就是较传统长久以来的米种，已经几啊百年啊，这是相对红来米来讲，因为红来米是迄个日本人引进的日本米，所以其实在来米这个名会使讲是落尾，因为因应红来米入来讲相对来讲就是在来传统的，所以才号做在来米安尼，适合在做这个米式的物件安尼。谢谢老师，来换咱嘉文来啊哦。我选多一个15000。我本来想讲要唱一个歌，不过吼，唔知伊问啥。是。无我选一个关公好啊啦。关公。哦。好。其实我甲伊嘛无熟呢。不要紧，伊可能会甲你熟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关公的奖金有偌济？关公的奖金就1万啦，吼。加油加油！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开店做生意定定爱拜关公，啊，你知影生意人拜，伊是武关公还是文关公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这你应该知。有咧做生意，应该拢知啦。是，来，咱若是讲关公是文的，伊毋就是心情会歹。哦。伊武功才好，对无？是。伊一定是武关公，武关公对啊。武关公对。对。是。武的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哦。好。武关公对唔对？哎呀！迄武关公佫有分讲摕关刀有啊？嘿，佫有脚摕珠的，佫有迄个骑马有无？嘿，有骑马有。所以就是武的，佫爱佫看是做啥，就生理当然生理是爱武的啦。生理定爱变变桥啊。佫爱佫迄个啥，譬如讲运输业的啊，赛车啥物走总的，迄种拢是武的啊。对啦。若文的一定爱是啥？就是较恬静的办公的啊，是讲迄个律师的啦，室内迄种的啦吼，室内工课对，所以就是文武基本上安尼分啦，嘿。好，以上。谢谢老师。来，今晚换你哦，看剩2个尔，你要选演唱会还是农场？你唱者，你少年人你唱者。我较敖做菜啦，唱歌是较弹慢啦。嘿啦，我选也是选阮。较常会去的所在，农场好啊。哦，对，农场真有菜啊，什么会农场？农场农场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个哦，农场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！15000，哇，那摕到都，但是你袂使喝救人啊，你无救人的机会啊，靠家己哦。好，来，
咱请出题。加油！请问台湾三大高山农场，除了武陵农场、甲清境农场以外，还有一个是台中市和平区的，倒一个农场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这应该介简单吧？哦，福寿山农场。哇，福寿山农对，场。这样厉害哈。有咧走啊！我买引导的地米啦。对啊，我讲有咧走哦，但是农场都有机卡的一寡种植的物件，是有较特别的，伊就会去买。是，好，所以你的答案是。福寿山农场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福寿山农场对唔对？来，分数。恭喜啊，得了万五！太厉害了！嘿，迄个咱这福寿山农场吼，甲拄只头前2个农场，迄个阿雄的因个小可巧一下吼，迄叫做清境农场啦。清境农场。迄个环境的境啊，后壁有农场啊，4字连做伙清境农场。清境农场。嘿，武陵农场。吼，啊，怎啊？福寿山农场甲福寿山农场拢有人讲，因为这5字吼，超过4字就定定会搁切一个，啊，所以嘛有人是连做伙讲福寿山农场，啊嘛有人福寿山特别强调，所以山无变，拢有啦吼。嘿，啊，这福寿山农场嘛是检测比头前2个较无遐出名小可，吼，可能排第3卡，啊，毋过其实伊嘛是真赞的农场吼，啊，就是拢2000几公尺，伊伫下番山雪山中。哦，迄嘛是介悬的一个高山农场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来换你好哦。我就是爱唱啊。来，演唱会的奖金有偌济？哎呦！哎呦！哦，演唱会1000块，不要紧，嘛是共款一定爱唱的吼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2009年开始到即嘛，每一档热人拢会举办免费的夏恋嘉年华演唱会。你敢知影这活动伫咧什么县市咧？哦，什么县市哦？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夏恋嘉年华，嘉年华。哎，来，倒一个城市？我若无记唔对，应该是花莲。花莲，花莲。来，咱来看者，花莲对唔对？好，这个夏恋。这个音嘛吼，这个其实这才是正确音啦，啊，毋过大部分人拢讲下恋，有无？吼，对，啊，这是迄个花莲县对2009年起吼，就固定逐档拢伫热人举办的啦，吼。好，对，花莲吼，好，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即摆来看分数啊，吼，好来看咱的新，即摆有47000，啊，咱的虎咧，哦25000。好，今摆来去1秒1000金。1秒1000金。画图要俗语。对，内面要俗语啊，就是看恁这个图，啊内面的话，吼，恁来看意思是啥物会甲要出来是俗语哦。啊，几字阿上会讲哦。会甲恁讲。是，啊，咱即摆奖金偌济？即摆47000块。47000块是几秒？就是47秒啦，哦，足多咧。我安尼敢有够？啊，无够，佮提30秒变77秒无。安尼有够，安尼有够。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买食，啊，够有会哦。什么路？嘿，紧嘞，来啊，来啊，来啊！买食，太难了。无什么？无啥？无卡称。哎，对。拢总47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登记咧？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，拢总12个字。哦。伊坐咧什么顶悬？哇，有看到无？我刚看敢若火锅哦。火锅啊，伊坐什么顶悬？马桶。马桶哦，马桶。嘿。哎呦。食什么？哦，有哦。买食，啊，够有会哦。什么路？嘿，紧嘞。来啊！买食，太难了。无什么？无啥？无卡称。哎，对。无卡称要食迄迄要食迄下游。再讲一下下游。哎，正确。哦。因为
为老师有讲过艺术对的，因为无迄个尻川想要食迄个下药啦，是我就难的呢，不要紧，别，因为鱼较济啦。哎，买啊，愈来愈少，买啊，愈来愈少。哈，好来，过来一题哦。第二题哦。第二题哦，即摆46哦。46加油哦。来，请出题。来，请看，6个字呢？你要吃哦。伊即摆咧倒位？庙头前。伊手挂一个什么？拿吧。哇，拿个就金。哦，正确。哇，带四大人，不，带大家来是对的。哇，那鸡烧金呐，讲这人袂当遐尼啊鸡啦，就鸡，伊挂哪来？所以约会无咧拜佛啦。对啦，哎，你们还在吃哦，你们还在吃哦。来，咱即摆来看几个庙，够36秒。好，来上尾一个，咱加油哦。加油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。哦，真侪人。哎呦。内底有一个数字有看到无？头家，什么头家？哦，有解题啊哦。有一个数字有看到无？有数字。1月24头家。哎，正确。哇，老师。一年换24个头家啦。哎呦。是，9月你袂歹呢，永信啊。哦，永信兄。哦，缩小我永远都会记啊。来，咱即摆看表数啊，得。好，恭喜够24秒。24000块。好，来，咱即摆起来去颁奖。颁奖！恭喜哦！来，我2万块。运气算嘛真好，不过因上尾啊一个回合的时阵，哦，永信哥哥足厉害，哦，你真厉害哦，嘿，那不要紧，那这边咱唔通先先，咱个报名来参加就好啊，好啊，来，咱这边就恭喜你，嘿，哎，买这摆福赛啊呢，哦，咱的第2届见面哦，希望你把这100摕到，你愈来愈近啊哦，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，感谢咱的陈宏伟陈老师辛苦。大家有智慧，斗阵拼落去，祝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谢谢嘉文姐，谢谢白白，好久不见，感谢白老，感谢咯，哎呀，客气，老师谢谢，感谢有心。